Mammut Ultimate Jacket 第8代換咗啲咩呢？第一就係佢嘅面料，咁佢嘅面料咧就用咗 Windstopper by Gore-Tex Labs， 加咗獨特嘅 3D 結構，令到成件事更加快乾同透氣，真係好啱喺行山嘅時候着。咁第二個大升級咧就係環保啦，用咗100% 嘅回收聚酯纖維，仲用咗全新嘅 PFC-free EPE 薄膜，夠環保又減碳。咁再嚟咧就係設計細節嘅方面啦。logo 方面咧就換咗刺繡，令到成件事更加耐用咗啦，同埋美觀咗。另外咧就係佢腋下方面啦，有個拉鏈位，咁可以做到即時嘅額外透氣。最大嘅賣點咧就係佢呢件衫咧係有 Asian fit 嘅，適合翻我哋亞洲人嘅身材啦。佢亦都有個雙拉鏈嘅設計，上面拉得之餘咧，下邊亦都可以拉鏈嘅，咁就可以喺爬石嘅時候咧可以做唔同嘅調節啦。件衫嘅下邊咧，亦都有個分段抽繩設計啦，咁可以令到成件事咧更加耐用，亦都方便咗去維修咯。另外就係咧，就入邊咧有一個帽子嘅位啦，就可以扣住個帽子嘅，咁可以令到你活動嘅時候更加方便咯。Mammut 第8代嘅 Ultimate Jacket 除咗徒步旅行之外，仲更加適合高強度活動，譬如好似登山啦同埋滑雪咁樣樣。總括嚟講，就係更加環保、透氣同實用，簡直係一個大升級。